又嚟啦！嗱，今日同大家睇啲特色單位，有幾特色嘅話咧，望到已經好特色下㗎啦。大家知道啦，一個咁嘅感覺，外牆又幾靚仔下嘅話咧，都知道佢係別墅嚟啦。咁而別墅嚟講嘅話咧，今日同大家睇呢個位置咧，就處於響翻山姆距離我哋呢度咧，又冇幾遠車程嘅啫，大概係10分鐘到左近，揸車咧就可以去得到嘅。而門口就係105角度嘅一個位置嚟，咁而呢條馬路嘅話咧，咁對出可能譬如話，你會見得到附近嘅環境地表比較上爭少少，咁但係你可以叫側跟我都可能有啲自建房啦，即係我哋所講嘅村屋啦。咁但係呢一度啊，真正70年產權嘅別墅地，咁而去到2068年咧，先至去到期，到時係自動續期啦。OK， 咁但係你話見到側跟好似麻麻地喎，香港任何嘅一啲即係別墅喺新界區㗎啦，甚至乎比亞利山別墅又好啦，隔離有條三門仔村係咪？天聯又好啦，新鴻基強園係咪？葡萄園各方面附近都有村屋嘅，咁點解會賣得貴過佢咁多嘅話，自然就會相對地由於嗰個土地嘅 value 就響翻到啦。OK， 咁再翻嚟講下樓盤先啦，好簡單地16間屋嘅啫，咁圍繞住面積咧係由200幾方去到210幾方，價錢非常之吸引，8000蚊到咗間一方嘅啫，即係冇聽錯，170零萬到咗緊，即係你嘅首期大概30萬內，你就可以擁有一間別墅㗎啦。OK， 咁當然啦，你裏邊嘅裝修費都已經可能係個首期嘅 N 咁多倍都唔出奇 ，depends on 你點樣去操作，點樣整嘅啫。咁而每一戶嘅庭院啦，咁我哋依家身處咧就係可以話叫做佢係2樓啦，樓下仲有一層，咁上面仲有2層半，即係夾埋總共有4層半個空間，任大家去到發揮嘅。咁點樣發揮嘅話咧，咁就係首先呢一度可以做一個你自己嘅私家庭園，你嘅浪漫小花園又好。咁而個 design 都幾似我哋香港有啲別墅嘅環境嘅。咁嚴格嚟講，我都覺得有少少似天聯，因為只不過係少咗條樓梯喺呢度上嚟，變咗 internal staircase 入邊樓梯上嚟嘅啫。嗱，入到嚟嘅話咧，即的確係幾有變化下嘅，因為入到嚟呢度已經有7米高嘅樓底啊，接近。咁其實整體成個中空嘅感覺咧，你可以好多變化，好多嘢玩啊呢一度。咁再加埋啦，咁上面會有同啲樓層啊，下邊可以做翻你自己一個卡拉 OK 房又好，直接有2個車位跟住響下邊㗎啦。咁而總共有4間房可以做到4個套房啦。咁裏邊嘅間隔嘅話咧，都的確係唔錯下嘅。採光度嘅話咧，毋庸置疑㗎啦。16間 house 裏邊嘅話咧，咁側跟咧4個大單邊，絕對係即係大家嘅選擇啦。今日170幾萬，俾大家買到一個 semi-detached 嘅 design 嘅 house。OK， 咁唔係排屋嚟嘅。咁當然唔係話有啲咩好似觀山水各方面嗰啲有咁大型嘅屋苑各方面嘅配套，但係今日你就算可能去翻嗰度買翻間二手，甚至乎有啲人劈價劈出嚟嘅一啲 house 嘅二手，都可能要去到200萬。都仲要裏邊冇咁大，都仲要可能係排屋，甚至乎可能4間黐埋一嚿，跟住仲要冇車到門口嗰種形式嘅別墅仔嘅話咧，咁相對地，就算你擺翻響珠海更加離譜啦，可能你要去到成400萬、600萬、800萬，甚至乎再貴啲嘅價錢都要。咁至於如果假設大家係中意玩裝修嘅朋友仔，中意裏邊整到即係雕龍雕鳳又得嘅話咧，咁呢一度的確係一種唔錯嘅選擇。大家可以嚟到睇一睇，咁有興趣快啲 call 我啦，拜拜。